嘅盲人觀星相見營達咗15週年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得。其實大家見到咧，只要我哋有心咧，好多障礙咧都可以突破到、衝破到嘅。譬如盲人觀星呢一個概念咧，其實可能對好多人聽落去好陌生。大家諗多一步，睇下點樣去即係有好多創意嘅方法去衝破啲障礙，去幫到啲盲人都可以去觀星咧，都係非常之震撼，同埋覺得係非常之有意思嘅。盲人觀星營係一個好浪漫嘅活動啊！其實我本身咧個人就都係浪漫嘅，但係通常都係一個人浪漫。玩運動都係一個即係單項比賽嘅運動員啦，但係好少同一班人去完成一件事。我嚟到就見到哇咁多個營喺度，咁睇嚟今晚嗰個狀況應該好壯觀。我雖然有養一隻學習中嘅導盲犬，但係戴住眼罩同佢行係第一次，咁好開心。今日喺呢個營度有一個咁樣嘅體驗，其實係需要好大嘅信任。咁對狗狗嘅信任同埋相信導盲犬可以幫到你嘅。盲點觀星啊！有人講解，而家有 3D 特圖一齊去摸同講解，有專業人士去引導我哋去了解呢個宇宙嘅空間，同埋觀星背後嘅好多感人美麗嘅故事。就算我哋係健視嘅人咧，其實我哋好多時見到好多天空嘅星星咧，我哋都唔知道。透過呢啲解釋咧，其實傷健嘅人咧都一齊去更加明白我哋嘅大自然，亦都去愛我哋嘅大自然啦。其實我哋睇嘢雖然係靠隻眼，其實最想大家睇嘅嘢係用心眼去睇。咁我哋喺一個咁好嘅環境下，除咗喺個天空望到啲星星喺度閃爍之外，其實你都感受到大自然成個嘅氛圍啊，成個氣氛嘅，成個天空係好遼闊嘅喎。你唔需要擘大眼，你自己眯埋眼，其實都感覺到。今年咧，我哋特別咧有個主題咧，就叫做傷健共融，星下同途。盲人觀星咧，只不過咧係一個切入點，但係其實咧，我哋最重要嘅係點樣去創造到傷健共融嘅平台啦，令到更加多人參與。亦都有好多嚟自唔同大企業嘅義工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社福團體啦，亦都有好多政府嘅部門嘅啲義工隊啦，都係我哋嘅支持者。傷健共融對我嚟講就係追一世都要追嘅呢件事啦。我覺得近呢10年我哋係好似搭咗火車咁快嘅。我亦希望大家可以對所有嘅殘疾人士或者所有有特殊需要嘅人士都更加關懷。我諗傷健共融咧，同我喺30幾年前失明開始，同今日咧個社會嘅接受程度同欣賞程度係唔同。今日咧，我諗係社會多咗人咧係睇我哋嘅能力，多過睇我哋嘅殘障。我覺得社會應該係繼續喺呢個方向入邊發展。香港人係咪成日俾人誤會咗，冇乜嘢嘅概念係支持大家嘅咧？咁樣係咪好功利嘅咧？咁原來發覺唔係嘅。我發覺香港係有好多嘅人都係有心出嚟，認為社會上需要幫助嘅，佢都會去幫助。咁呢個咁嘅力量咧，就推到我哋嘅共融嘅心態係喺每一日都應該發生，而唔係話喺個營入邊發現。